沙土沙土沙沙土，有波伊有波色。今日我哋讲嘅经是叫做 Elephant's Footprint， 鸟嘅脚迹。你人若是去伫大巴位啊，你人来看到一个鸟嘅脚迹，你人知讲一个鸟嘅脚迹，知无？安尼大伫巴位啊，第一大嘅脚迹是虾米嘅脚迹？是鸟嘅脚迹。安有当时你看到鸟囝嘅脚迹，特别有当时你看到有咧鸟王嘅脚迹。然后今日这条经就是叫做鸟王嘅脚迹。这个就是讲啊咩啊？这条经你想起来啊，古时啊，耶稣还未出世啊，230几年嘅时。236 years before 耶稣出世啊，这条经就是讲啊，大啲这个印度这个啥叫做南传的经，伊人甲了拢总啊叫回教，1000个回教拢总叫起大啲叫做巴拿那边的位，伊人开大会，拢总这个1000个总是成4个罗汉。4个罗汉就是讲就好款的回教，伊人修行修到圆满，300伊人谈到觉悟，死了的时，伊人这个1000个拢总入立团，无过来出世了，所以伊人就是讲谈到觉悟的人。这条经就是会使讲的，离开世间，本是有几哪百年啊，200-300年了，这条经出起来。这条经啊，伊就叫虾米属于人叫做 Elephant's Footprint， 鸟的脚迹。因为咱若是看到这鸟啊，看到伊大大的啊，大人知讲这就是鸟王。这个佢有伫世间的点啥？点咩啥？2500几年前，有讲这条经，互人听。讲互人听，讲这个鸟的脚迹的经，伊个故事是安尼。有伫世间的点上，大伫小美国，是大伫这个安那达宾利加的阿美位。了点无点，有一个叫做 Brahmin 婆罗门的人。这个婆罗门的人啊，伊是真正好嘢。你去到路啊，像讲人讲啊，好嘢甲上摆用 Mercedes 摩托车，特别这个Janusoni 这个好嘢人啊，伊用伊马车，马车，伊马的规定马的，所以是不王的人才敢用安尼款的物件。这 Janusoni 啊，点无点，一日一行。甲伊马车过一个路，咱你看到一个叫做圣人，是外道教的人，特别这个外道教的人啊，伊才听到，伊去听到佛讲经了话，伊无你才知，这个佛是真最，是真正会使讲从天顶甲下底拢总啊，无一个人想甲伊安尼搞。这个杨路索尼这个好野人，伊看到这个圣人。然伊挖去找这个圣人，伊讲 Venerable Vajrayana， 伊 Vajrayana 就是讲啊，称呼伊 Venerable Vajrayana， 你去大陆安尼早来，这个 Vajrayana 这个外道教的人讲，我把你去甲这个哥达玛布达，我甲伊去讲话，你把你安尼早你就去拄着伊了哈。咱这好嘅人咪讲，我知啊那，你看无这个啊，这个萨迦曼尼佛呐，是有影真正庄严无，有影讲伊是真正圆满，通天下的正是真正10分的得道的无，你问这个我知啊那，这我知啊那就讲这个好嘅人听。伊讲哎呀，我呢是一个圣人的训练，要安怎脱离这生老病死。
那你今日来问我看这个，我他妈不当有影安尼庄严安尼搞啊！我慢慢会去批，我慢慢会去会使讲伊搞无搞啊！因为虾米事啊？这个人啊，真正你问伊虾米物件，伊会晓听路，无一项伊讲伊袂晓听。所以这个福建人讲，哇！假如讲安尼，就面啥？你一个圣人，过学落伊个安尼玩玩。到底伊若是真正，毋是有影真正搞诶人咯。你讲，哎呀，我慢慢会使讲伊真正搞诶人，我本袂使讲。因为啊，我看世间真正济有诶人，真正强人，真正搞诶人，逐人甲伊讲话，逐人知讲伊是真正，逐项圆满，逐项真正搞就对啦。了，你要叫我安怎讲批评甲伊甲一句，我袂批评。安这我知影啦，买来问这个，虾米事你敢讲啊？你学落这个释迦牟尼菩萨甲安尼搞安尼庄严，你会讲啊？我听袂。安这我知影啦讲啊，我就是甲伊讲话，讲话了我知影伊会搞啊，但咱这个四个部分四项。但咱这个四项啊，会使讲无一个人会赢伊。这个四项就是上到我看到大滴大巴，看到这个枪嘅卡只，我看到这个卡只，我不讲，哎呀，这个卡只我唔捌看到这个枪嘅卡只安尼大，今日我看到这个卡只安尼大，看到这个四个卡只，我敢讲这个人是真正圆满，真庄严。真得道的人，咱你讲虾米四项你都拢听互我听，咱你看这个圣人讲啊，头一项啊，你看大啲世间啊，有当时真正，不管是有了这个搞的这个叫做这王牌的人。咱做大啲世间啊，有了这王牌的人，这王牌的人，伊人较济有读册，真正搞，真正真正会使讲真正搞的人。这个搞的人啊，叫做 noble 来，伊人是王子王孙的人，伊人读册真正搞，伊人去到落听经，后得听经了，伊人直问，直查过，直问这查过，有当时啊，人查过问甲迄个人啊，伫讲经。讲到一个坎站，你讲伊袂晓听了，安尼啦，你看伊人安尼冷的人，安尼搞的人，佛教的人，三摆无话通讲。但你今日呢，我去讲话到我他妈不大啊，我听伊讲经啊，三摆我听了啊，头伊人安怎讲，我人还未要去找我他妈不大的时，我人要来面顶头先，伊人安怎面顶啊？伊人讲啊。若是我问虾米话，伊若是博安尼款，咱就要安怎应伊。所以人规班的人，甲了你看，渐渐地吹空头，吹路，要来博看，咱的这个个他妈不大看，伊会口呗。伊讲你看这个啊，这个 clever noble 就是这个大王牌来人，真正搞的人。伊人去到的时候要讲话本好啊，伊人拍随便便的，伊若是问安尼要安怎讲，伊若是问讲别项，咱要安怎应伊，安怎答应伊，伊跟三摆伊无咯。特别你看，伊人这阵的人就去到了的时啊，行礼，就行礼了，伊听佛直讲话，直讲话。伊人听了啊，一个直听，吹开。吹了啊！家己要问的物件袂晓问啊！像有的人啊，要问虾米啊，来了问，伊来讲，未讲的时，直听，伊直讲，讲到了讲，你人个要问虾米无？达咧，有半项通问了，一半个讲，我要问的话，伊本讲出了啊，我要安怎讲？所以你看我这个搞的人问个，伊佛讲了啊！伊人听个嘴开了，拢总三摆买来啊！我要问的话，袂问了啊！伊就听个真明。我若是讲安尼，路人讲安尼；我若讲安尼，路人讲安尼。特别你批评看到你一个好唔好？三摆听了讲，达咧讲啊！
未来人讲呢，我皈依佛，我皈依法，我皈依僧。因阿都我导航了，我接受你做先生了。所以这个你看，安尼教的人啊，去教呢，要问未问。所以你看一下啊，拍到了，这个是头一项我看到，这是抢人的人甲了去。搁一项啊，伊讲啊，有当时啊，这个你在社会，有当时这 Brahmin 婆罗门的人，这 Brahmin 婆罗门的人，印度佛教的点声真正济。按这个婆罗门的人，你知伊人啊，伊人本是逐个去传经开传经去，按伊人教的经是啥物啊 ？Brahmin 教，婆罗门的教。按这婆罗门的教啊，伊人甲对结佛清差伫这边。婆罗门的教讲，我人就要食菜，咱就无食菜，你无清气。咱你人想了讲，那是我人，咱这个这班的人呢，甲了婆罗门的人，咱甲了规顿来去问看，伊若是讲安尼，咱应安尼；伊若讲安尼样，咱应安尼样。所以伊人本 prepare 变一班的这个 Brahmins 来要去找佛。and then 你这去教呢，伊人行咧，啊得行咧婆罗门的教，无咱问呐佛只车，是无咱今日来出世做人来打考，and then 一个啊，因来讲考，咱变咗应，但你啊袂咱应的是讲安怎会考一车头尾中安怎样车到尾了啊，这个就讲啊。我要问的话，伊本写出来了，我本未讲半项。and then 这个婆罗门的人，拢总真正坐大啲佛的点声，拢总本听经过了后，归佛为正，归佛为正面接受讲佛世尊，今日去你是我的先生，今日呢我是你道地 ，and 你教的路我要对了。and then 伊人听了讲，你看啦，伊人要。博的话未当讲出，你未当讲出，佫袂要紧啦。想佫要指互佛落去，未通指互佛落，袂要紧。他那说做道地了，所以这个两项我看到啊，会使讲啊，这个卡热，无这个人上个，这个咱的这萨迦曼的佛讲话听甲安尼明白。所以今日咱来大伫这个世间啊，探听佛经啊。你人若信唔信？个人安尼在问看头甲尾安怎样？特别你人唔通去想讲心挖一边啊，像有的人挖着一边啊，像有的人讲啊，哦，我人会佛，我人拜安尼款的佛，我人拜安尼。特别你若是照正的路，你听看，你听了你会知佛，伊无教你讲，你是唐人，你就拜唐人佛；你是吉林人，你就拜吉林人佛；你若是印度人你拜印度人的佛，这里啊，这个无论讲唐人的佛，还是吉林人的佛，还是日本佛，还是虾米佛都袂要紧，佛就是佛，正就是若是讲你人若是会明白，拢总是观念面是 concept 来 ，concept 正是无影的。今日你看我的色是黄色啦。黄色啊，你若是讲啊，白日我若是无当作出事了，这个黄色无去，伊变做黑色，人讲紧啊。所以这个个了是 concept 观念。所以看伊人婆罗门要博的话，个了未博，不得听头甲尾了，就听了达达咧吹开，达达咧听了跪落去。Budang saranang gacchami,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,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， 佛世尊。你讲了我人啊，要问的话袂问了，你讲的我听了真正明。像甲伊讲一个地后卡到边，今日你看了啊，你跳起可以直，然后落水你个倒落去，我人真正明白了。所以这个第二个叫做跳的卡热，我看到，所以我真正相信佛讲的话，真正 wonderful。阿莫我讲 very scientific。这个是第二项，第三项你再无伊讲啊，大啲社会啊，有的人啊，伊唔是讲婆罗门的人，有的人伊唔是讲这个啥讲伊人啊，啥啊 nobles 啊，叫王牌的人搞读册啦，有
为平常人本真正搞啦，你看伊无读册，伊卜讲话像个精神妖怪啊！讲话虾米，你来因虾米伊拄住别项，你因别项伊拄住一项，三摆你无咯。你讲这个在家人啊，本是有诶真正厉害，讲话真正圆满，真正会使讲搞就得啦，转来转去。这个人个了啊，本是一人开归蹲，见一人搞诶人，一般诶人来去搏话。这个 clever 这搞诶这个在家人，伊人本去教人要去问。特别去教的时呢，行礼貌到佛，即礼貌到佛讲几句话，了伊直听，一直去，一直亲，一直听，一直去，一直亲，三摆买来，伊人要问的话本是未讲话了，我要问的话，佛贴出来真正明。and then 到伊讲出了，我再讲，我相信的路唔对路，像一个凹都卡安尼。今日一听了，我真正明。这个在家人的人，强人、咬人，三摆买来导航，本是归佛法正，归依佛、归依法、归依正，本是想讲导航啊呢。所以你看三副款啦，我看到这个叫做超的卡只，安尼大，安尼咬的人来博伊，三摆佛讲个了。三摆伊人要问的话未贪问，所以你看无会厉害啊呢。第三项我看着，个第四项讲，你知无到去印度啊，叫做受苦行真正济，叫做 self torture 啊，伊人渐渐受这个苦行啊。像有的人，印度的人唔捌看，我去印度时啊，伊人捌受真正济苦行，有的白像啊狗，有的白像啊这。像一个牛，了有诶是安怎头壳钻落土，安尼大啲土内面才来去穿开冲插来呢，安尼受个安尼款诶苦行，这个受苦行，伊人诶目的是啥物啊？伊人想讲，幸法我会上久了，买来结尾我会切断这个贪嗔痴，伊人想我讲怎？我人的路就是啥物啊？我人受这个苦行，就是要结尾是要刮断这个贪嗔痴。伊人本来开一般的会，伊人竟搞卜话的人，本来去问佛，那是佛讲啊，你受苦行唔对，伊人要写到对，安怎又讲唔对？咱那是佛讲，那是对，咱要安怎赞你，安怎讲对解个佛。这个叫做 tormented 是讲我受这个苦行的人啊，伊人本派伊人去，派伊人去了就伊人本是拢总伊必要安怎的卜话，拢总变要安怎写，去到危险边的时啊，拄着佛贴出来真正明白，这明白了啊，就。头伊人讲啊，受苦行是对，特别佛则讲啊，安怎受苦行无对，头甲尾一挂，一挂安怎啊？伊则讲互你听，这边咱来听话一个，真正济人讲啊，我受苦行，要消灭解除这个我的故事做唔对的苦。你来想看，若是讲我即时我唔是会想，今日即时我是一个我是一个贼来。我今日若是来做贼，今日我食到70岁，你阿甲我做恶就济，拍枪就济。来阿甲讲是300刀我做贼，拍枪人。这个我拍枪人300刀我做恶。把这我若是离开世间了，一粒尔带我去出世落地嘅，了300刀我个299刀安怎做啊？念罗王，伊唔使讲有念罗王，伊讲啊，这个隆重慢来，一日你这个修的地嘅几10千年过了，
过一粒过来，第二粒来，第二粒来了，如果修改正10,000年，正10,000年了了，第三粒过来，第三粒你大啲地嘅就係幾百千年，幾百千年過咗過把你三粒呢，300刀扣去3,997刀，過第四集要出來地嘅，所以講啊，冇得講啊。受苦行是唔對路，是安怎樣唔對路？你受苦行啊，你咧惡嘅直直去，這個是我頭媽講是一時呢咯，一時我拍槍300刀，特別一般時我冇拍槍，我啲甲朋友講話，我去紅人，我有時我阿未拍槍嘅時，我淚頭硬，我教我朋友借淚，然後我朋友要教我吐淚，然後我。伊講嘅話，我把伊拍伊，我照伊累啦，我個拍伊，我呢個無算我，少少嘅無算我，所以來算看，一時啊，一個人做惡啊，是幾百千刀，幾百千刀一時呢，伊一粒一粒嘅來食，你來想看，一個人浸落去啲苦海是真正苦，你人將之來受苦刑，這條經伊是講好一個人，伊受上啊。伊做啥禽獸啊呢？伊講睇下你做啥啊禽獸啊？你食人掂好你肉，你用喙夾，你買用手摕啦，你用手夾，你嗅咧啦，了你食啦，你剝啦，有啲參沙你吞落去啦，是啦，你受苦刑啦，你蝦米本買你受苦刑，你睇下受這個苦刑，你食這個肉，一時安呢，你解讀迄個越濟苦，無人知。這個一時呢，2時、3時、4時，幾百million時你啲出事，所以這條經冇得講啊，用安尼路來解讀故事，我受嘅苦，安尼唔對路，安怎樣對路？你看冇得跳，你聽，到伊要講唔對路啊，伊人是袂問啊，伊講貪啊是啥物啊？貪啊你知貪錢痴起啲我身軀，我定要做惡，那是我去聖地。我手敢拍，我嚟去聖地，我第一個有搏擊個稱，我講嘅話，你捌自己係咪冇？你講嘅話掟落，你講嘅一句我碰，一個講一句砰落去，最我打了，這個是一刀呢，幾百千刀，所以講唔得講啊，搞嘅人再講啊，貪錢痴是真一毒嘅物件，所以搞嘅人安怎做啊？今日去聖地去啊，聖地，這個聖地是我講去了 means 我敢拍人了，假我敢拍人，或者我做落去，我打唔通了一路，這個就是行這個線路。行到尾來，一個貪去路退路，一個聖地去路退路，一個妄想去路退路，結尾啊，你離到個一個坎站啊，人推爛路，你本無聖地，這個就是無聖地，你談了3個羅漢，貪無聖地無妄想無，你離開世間，你唔使過來出世做人了，你去啲 Brahma world， 到個 Brahma world 你去呢，你要過一道離開世間。入團了，所以這個啦是路，啥物事啊？貪錢痴要掛，貪錢痴掛啲道路對這個略金，目睭看到聖地去，耳仔聽到聖地去，鼻孔味到死鬼死夭壽，就是食死雞無念道，呸！聖地去了，確定你話咩啊？你食是，哎呀，好食。我買今日買斗地虎，安怎你去殺？你就唔是金毛虎來啊！這個是10幾塊，你叫人去殺，想殺金毛虎，做咩做咧？做聖地去你是做惡，所以冇得講啊！這個貪錢痴啲道路對這個略門，目睭、耳仔、鼻孔、喙、下手，心摕來想，這個若是6項補起來，無貪無錢無痴。安怎樣做喺無貪無錢無痴？你所看到，你所知，聖地一路，特別大人無用款安尼款，大人聖地，人死鬼伊做啊車，後過我要做伊10個，
and then 伊只死鬼升地去，伊做我7月，我做15，噗伊个去，咱第3道伊个上过去，起到上悬伊爆炸，所以牛奶木剑拢种喷出去糖啊，所以红家看啲大路啊，是虾米事？小看一个声来囡仔好啊，按照囡仔好都未到看，做乜做虾米啊？老公，我啲无应都未到做啊，所以老人家咯。and then 这小看物件，6月日虾米事啊？更困更笑，死鬼啊！故事我都唔知啊，你派圣殿来，知你派圣殿，我都唔爱教你呢。你愈更笑，愈更话个圣殿路边，但不大只讲一条经。圣地唔是讲你点点笑，了你会无，点点注闭了也无，安怎会注闭啊？故事我无教人的是真正好，看下我把你只知有圣地，教有圣地我就要吞论，我吞论贪金盾，安尼了才无，了你真正讲死鬼我来知呢，送我都卖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想唔着，所以冇得解咯。你人看无，伊无叫你讲受苦刑，伊叫你讲啊，贪起嘅是关的贪，圣地去关的圣地，妄想去关的妄想，关到尾了啊，未起了，到未起了，伊 energy 无力了，无力了，你跳出苦海了，跳出苦海就是讲你人听对付的假事一着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啊，这个。叫做这像 recluser 啥，拢种啲修行嘅人啊，伊人就叫人家教下面啊，伊人啲对下面啊，对修这个苦行，不得讲唔对，头人要博讲对咯，恁看下负责车落去了，伊讲我每本无落用了，每来你看真正这圣人，这拢种啲修行修这苦行嘅，真正这拢种结尾对付，伊人念咩啊？Budang saranang gacami, damang saranang gacami, sangang saranang gacami。你讲你看，这个就是讲啊，修啲苦行嘅人，安尼看伊人才得道。我人看了，再讲有影佛。如果未讲呢，伊讲你听，跳你听。那这个是第四个，这个叫做超的卡只，我看到了，我真正相信佛讲的经是真正叫 wonderful Dhamma。scientific Dhamma，and then after that， 伊就讲了这个好嘅人，落叶白车，and 伊大啲香槟对咧这个圣人嘅面前，伊跪落去，下面挖一边挖去啲小微角，and then 伊跪落，伊讲，佛世尊，今日我把路只明白，路安尼圆满。And then 伊只念Budang saranang gacami, Dhammang saranang gacami, Sangang saranang gacami。佛做为主，今日去我对佛的假事，佛讲的话我要听，佛的道地教我要对，我要本是上甲路人安尼，我本要脱离这个苦海。And then after that， 伊人分开，这个好嘅人甲这个圣人分开了，自己就无占这好嘅人拄着佛，就拄着佛了，这个好嘅人讲。佛世尊啊，我真正久爱看路啊，然伊讲啊，我自己拄着一个圣人，这个圣人讲下我听，伊看到4项，然伊再讲你是9日10分的圆满的人，今日呢，我来跪你，跪依佛，跪依法，跪依经，然佛就讲啊，哦 Brahmin， 伊人讲的经，这个4个卡只。actually 讲无了，伊讲半段，听到尾，大人你若是爱听，我就会讲你听。这好嘅人讲，佛世尊，你若是会跳啊，靠较明，我爱听。then 这边不大就讲，哦 Brahmin， 今日若是这条经若是要知啊，一个人若是入巴，伊看到卡只大嘅。and then 你若看到卡只大嘅，伊袂使一下讲，我看到超王嘅卡只。若是狗嘅人，伊只看到卡只，伊袂使一下讲王嘅卡，超王嘅卡只。伊就安怎样？
伊就要对这个卡只入去大坝，到个大坝了后了，伊家己本身看着，目睭看着，这只鸟大伫树丛骹伫行来甲行去，你看伊行的时，伊上骨真正大，真正悬，真正咧，你知讲这个是鸟王。你如果要看，伊伫倒的时，你看伊有生的有虾米无？伊倒的时啊，听到伊是鸟王啊，伊倒的时啊，伊阿莫话讲真正 majestic， 真正伊形看了真正水。伊倒落去的时，伊形本真正掉落。你看伊坐本好，伊坐无四山烂四山高，你看伊坐，伊本掉伊坐。伊倒落去困，这个。徛坐倒甲困拢总，伊如讲看了好势，伊才敢讲，今日我看到正的鸟王的脚只。若是安尼，你讲你要听较好，我跳你听。伊讲你入大坝，有的脚只真正大，但伊毋是鸟王，伊是叫做古马都的脚王，鸟只。古马都面啥物啊？有诶鸟啊，伊是假假，伊毋是鸟王来，但伊一个单了诶物件，所以你看伊细细只，但伊诶骹真正大大诶，像咱人安尼。你看有诶人17、18岁，你看伊穿诶shoes，你看大大诶骹，哇，安尼大骹，了你毋知上讲是大人，你去看囡仔片啊，18、19岁呢，伊骹大重诶，所以你袂使用安尼诶路，就不得讲你着看好好。看好了，看来讲安怎样？不然面啊，你若是入了，你看到大脚只，你对了，你就要安怎做？对了，你就要安怎做啊？上个看到拢总你知了，伊规上骨甲了是，伊形甲了是，你才会使讲。上个咱大伫世间看啊，大伫世间你知无？真正坎坷拄着一个佛，几百千million年。把你有出一个佛，伊无讲我是一个佛呀，伊讲几百千million年我离开世间了，过别个佛过要来，别个佛来教虾米咯？伊本教一个四谛法八正道，虾米叫做四谛法？挂一个贪嗔痴，拢总来出世是来打考，安怎要消灭这个考？你就要坐这个坐禅，这坐禅了，你才跳出来考海。这个就是你要安怎要对？伊讲你对这个八正道。伊讲今日你看，啥他那大伫这个世间，我是一个塔塔嘎达，是一个叫做我是一个是一个布达来。今日你看，因为世间有了一个佛，伊教的经。你若是听好伊教的经啊，伊的经啊无相甲人，伊的经是安怎教你着本心家己过，你着本心家己刮咧贪嗔痴，我袂使讲你give我sense，来我拖你去，我拖你去天顶了，无，因为你虾米事啊？你贪嗔痴你无迄觉，我要安怎拖你去？所以你看，若是你听好，若是正佛的经啊，伊的经拢总是讲 perfect， 真正圆满。And then， 虾米物件你问，伊无一项讲，我唔知，我袂晓，拢总伊跳你听。And then 伊所教的路啊，伊叫 right knowledge， 叫的路。And 虾米是叫的路？今日你看300今年2500几年前。伊本这科学官要一般时要证明讲佛讲毋着路，毋着经，今日人要证明袂谈。你看真正邪教，伊人改来改